呢組運動咧就希望你哋咧可以練下，可以解決膝頭哥問題，個腳冇力啊，同埋離臟肌痛啊。咁最簡單咧，呢個膝頭哥個血板嗰啲牽連咧，令到你行起嚟咧咁嘅聲響啊，同埋唔舒服啊，或者腰圍疼痛咧，就好簡單咧，揾隻手夾住喺度，或者揾條毛巾咁拉嚇，唔夠力咧。咁樣咁呢度咧會有啲舒緩感㗎啦。你行起嚟咧，個膝頭哥冇個血板冇咁黐住啊，左右手都係咁樣做想更加好啲咧，捲條大毛巾接住喺度，咁咧就接住毛巾咁樣呢度又會舒服好多㗎啦。咁第二樣嘢咧，再增加個膝頭哥嘅即係舒服性咧，同埋嗰個黏連性解決咧，轉動坐喺度，瞓喺度轉動，每邊36下翻轉頭就係。呢度咧就拉動呢組筋骨咧就活動另外一個動作咧就都好簡單嘅啫，第二隻腳手腳趾拉放拉放拉放做到18下一轉呢啲就係。呢個動作有一個好咧，除咗鍛鍊到隻腳嘅力咧，就鍛鍊到呢個肌肉繃緊，唔會肌肉咁易流失咁增加你嘅能力另外咧，再更加會穩定性進步啲嘅咧，你可以咁拉一來增加你嘅身體嘅平衡啦。二來咧，可以拉到啲紮肌肉，增加佢腳力。另外加強版咧就係坐咁你練到呢個，每日練5分鐘都唔使到，就可以操到呢個下盤嘅肌肉，同埋咧下盤嘅力。咁你哋嘅保養就會好啲。可以試下。